大家好，我係莊清，一個20幾年嘅職業賭徒，而家就半退休啦。大家都知道，我已經進入咗一個半退休狀態，所以都唔會好似以前咁樣逐個國家、逐個實體賭場咁樣去揾漏洞，因為咁樣其實係好花時間同埋精力。到咗2025年嘅今日，對我嚟講最舒服、最好揾嘅，算得上係網上賭場。網上賭場最大嘅好處就係我唔使再搭幾個鐘頭飛機去個賭場嗰度睇下有冇漏洞，有時可能嘥咗幾日，最後先發覺確認咗嗰個賭場係冇嘢可以操作。今時今日對我嚟講呢個算係一個幾大嘅損耗，所以我盡量冇乜特別都唔會去特登做呢一件事。但係網上賭場就唔同，我嘅朋友、伙伴或者學生發現咗有個網上賭場嘅漏洞，佢只要 send 條 link 俾我，我15分鐘內就可以知道呢個賭場有冇得操作同埋點樣合作。再加上而家嘅科技可以用電腦程式自動投注，我連人手都慳埋。所以今時今日同賭場漏洞有關呢部分嘅收入，我大部分都已經係嚟自網上賭場啦。所以今日我呢條片會分兩部分，講下點樣喺網上賭場揾錢。第一部分當然就係要講下2025年點樣透過網上賭場揾錢呢。第二部分就係一啲新手最常問嘅問題，法律嘅問題，我會解釋下網上賭場到底合唔合法。好，正式開始第一部分啦。而家網上賭場其實最主要係分兩種嘅，一種叫做現金網，一種叫做信用網。現金網就係大部分未接觸過網上賭場第一次可以接觸到嘅網站，就係你見到有個網上賭場可能喺唔知咩地方賣廣告俾你見到，click咗入去之後，你自己用電話或者 email 登記，網站就會俾個虛擬貨幣嘅地址你，咁你入咗錢，然後就可以玩完就用翻你自己嘅虛擬貨幣地址提款啦。成個過程都係真金白銀咁交易，所以我哋一般會稱呢一種網站做現金網。但係現金網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你唔容易分辨佢係真定係假，或者有冇信用。通常佢哋喺市面上會有大量嘅假網站去吸引你存錢之後，根本就係冇辦法提款，令到好多人都以為網上賭場就係呃錢。只不過係因為網上要開一個假嘅賭場成本實在太低，所以你好容易就會接觸到一啲不良嘅商人，甚至乎係啲詐騙集團。所以你冇辦法判斷之下，唯有當全部都係假，或者好容易就會令到你以為所有嘅網上賭場都係假。但係其實好多現今嘅網上賭場其實已經有好耐嘅歷史，好有信用，甚至乎已經係上市公司合法經營，只不過係一般玩家未必咁容易去分辨，通常淨係貪方便、貪優惠高，個網站靚咁就入去，咁就好容易受騙。而第二個就係信用網，信用網就係你唔需要入錢，係透過一個中介去做擔保，玩家贏錢，中介保證會有錢賠翻俾佢；而玩家輸錢，中介亦都會同個網站保證呢一個客人一定有錢找，如果冇錢找嘅話，就中介去賠償嘅損失。咁中介又有啲咩着數呢？呢個就係中介靠中間有一個叫做回水，即係賭場嘅佣金作為佢嘅收入。信用網嘅出現就係為咗解決現金網吸引唔到大客戶呢個問題，因為大客戶通常都會擔心俾人呃錢，所以佢要透過信用良好嘅中介去揾網站，咁樣佢就可以好安心咁樣去賭錢。而中介之所以願意承擔呢個風險，就係因為佢可以從中賺取佣金，即係所謂嘅回水。佢哋會好小心咁樣揀客戶同埋網站。如果你係一個資深嘅中介，頭先講嘅嘢你比我更加清楚。咁大家又點樣可以喺而家現行嘅現金網或者信用網入邊賺額外嘅收入？就係利用賭場漏洞。網上賭場有好多漏洞，如果你係中介嘅話，你應該會聽過打水檔，我哋就係其中一個全球最大嘅打水檔。意思其實就係利用數學揾到佢回水嘅漏洞。所以如果你係一位有質素嘅中介，想賺多一筆錢嘅話，你可以聯絡我哋，我哋會一步一步教你點樣喺你而家嘅收入上邊再增加更多嘅收入。至於一位普通嘅職業賭徒，又有啲乜嘢方法可以喺網上賭場賺錢呢？最容易賺錢嘅方法就係現金網入邊有一啲新人優惠。現金網唔似信用網會有一個固定嘅回水比例，例如1%、1.05% 等等。通常佢哋會俾一啲類似實體賭場嘅福利，例如第一次充值會送額外嘅錢啦，輸咗錢幾多日內我哋又會回贈幾多俾你咁樣。通常呢一啲首次參與網站嘅優惠，好多時都係遠遠高於賭場嘅賭場優勢。只要你用最低嘅投注達到標準之後，咁就可以贏到幾百蚊甚至幾千蚊一個戶口。但係同樣，你最大嘅風險就係提款問題。大部分網上賭場嘅現金網都係假嘅。如果你唔係一個有經驗、經常去揾網上賭場漏洞嘅人，你好容易就會揾到假網站，賺埋都唔夠蝕俾佢唔出錢嘅嗰一啲假網站。所以結果就搞到好多人都以為網上賭場就係呃錢。
當然，亦都正係呢一個原因，令到好多正經嘅網上賭場都仍然要派出好高嘅優惠去吸引客戶，就係因為有好多假嘅網站充斥住個市場，令到佢哋好難揾到一啲優質嘅客戶，迫於無奈就要用更高嘅成本去揾客戶啦。而我哋就係累積咗呢10幾20年嘅經驗，已經測試同評估咗大量嘅現金網站嘅數據，我哋而家已經有一個大型嘅現金網漏洞項目，需要一啲經常揾現金網漏洞嘅人。最好係長期操作開，咁我就唔需要由頭訓練，就舒服好多啦。如果你係曾經玩過好多現金網，亦都成功操作過好多次呢啲漏洞嘅話，呢一個就係一個好嘅機會，俾你大量去賺取現金網新人福利呢個漏洞。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完全未參與過，但係又想試下嘅話，我覺得都係可以嘅。不過你就要有心理準備，要了解同埋明白呢一個操作係需要花一個非常長嘅時間同埋心機去學習，絕對唔係撳幾下掣就可以賺到嘅錢。第二個部分。講下法律問題啦，好多人都會擔心玩網上賭場係犯法嘅，但係其實呢個睇法唔準確嘅。好多合法規模大嘅網上賭場，甚至你都會見到喺球場上邊踢波嘅時候，都會見到好多網上賭場嘅廣告。非法嘅網站通常係冇經過審核、冇經過註冊，淨係整個網站就可以開檔嗰啲。特別係嗰啲虛擬貨幣出現之後，而家呢啲假嘅網站係非常之多，因為個成本實在太低。而至於合法與否，有時唔單止淨係睇個網站本身犯唔犯法，仲要睇下你所在嘅地區法律、註冊網站嘅地方，你玩嘅時候身處何方。其實情況係幾複雜嘅，有時候你要問律師，佢都未必可以答實你，只會建議你安全起見係最好唔好玩。所以總括嚟講，網上賭場其實只要做好背景審查，明白咗個風險，其實要正當咁去賭係非常之簡單。無論你係中介定係普通玩家，如果你想試下喺網上賭場賺錢嘅話，歡迎聯絡我哋，可以大家一齊賺下錢，又何樂而不為？有咩問題可以喺下邊留言，記得讚好我呢條片，訂閱我嘅頻道，同埋新片通知嘅鐘仔，like我嘅 Facebook，follow 我嘅 Instagram，拜拜。